大家好，我要介绍的是来自丹林部落贾里瑙家族的传家宝加勒藤兰。文物提供者是 Lavos 蒲桂莲女士。台湾族织器素材多以藤、竹、月桃叶敲为主，藤编通常是男子的工作，多在家中进行。织器也依其需求及功能而有不同的形状。蒲桂莲女士表示，此文物从她外公时期传承至今已逾100年之久。早期家里没有衣柜，所以藤兰在家里的使用功能为盛装衣物，或是婴儿摇篮等多种用途。参与这次特展展出的藤兰，整体作品呈现出朴实无华的风格与精细的工艺技法，这也是丹林部落贾里瑙家族流传至今的传家宝物。